5月25號星期日，沙田馬場安排咗11場草地賽事舉行，頭場12點半開跑，田草用 A 欄作賽。A 欄賽事呢，檔位不拘㗎，馬匹前置或者置中搭有利嘅。原本禮拜六上片嘅，因為我有啲事，所以提早今日上片。本台而家仲未有呢個廣告盈利收入嘅，請大家掃描二維碼請我飲咖啡，多謝。星期日有一兩陣驟雨，臨場留意下場地。馬會暫時未有掛牌。第一場新馬賽1200米賽事，呢場中意8號快活精神潘頓騎啊。上仗跑1000米直路，由頭放到尾先至俾呢個不勞而獲過咗。今次轉個彎，佢係快放馬嚟㗎，應該有啲着數。配腳要翻1號不勞而獲，5號馬達拖埋隻10號星象。第二場4班1200米賽事，呢場我中意10號金創福威，楊明倫騎嘅。最後一仗跑田草1200米賽事，大勝對手，2個馬位勝出嘅，馬趁有氣勢，今次可以作膽。配腳要2號佳運發、14號發光發亮，要埋13號太行美景。第四場4班1200米賽事，呢場我中意初出嘅6號合夥飛時啊，阿潘頓騎嘅，操到行晒㗎啦，佢都係諗住一出即搏㗎啦。配腳要9號可靠大師、10號的愛好同埋14號線路光華。第四場2班1400米賽事，呢場我中意1號包裝天將潘頓騎，跑呢個田草1400米賽事，贏過2個 win， 一個第2，一個第4啊，全部入4名之內。配腳要3號中華盛景、5號進步騰飛同埋7號米奇。第5場4班1400米賽事，我係中意嗰隻4號人人有餘啊，黃志宏騎嘅，嚟香港跑6次馬，頭3次跑田草1200無功而還，最近跑咗3場田草1400米，攞咗1個 win 2個第3啊。日前喺從化試呢個草地1200米大閘，後上力強，可以作膽啊！配腳要8號美麗在線、12號金鑽精靈同埋1號喵喵怪。第6場4班1600米賽事，呢場我要3號光明傳承做膽，霍宏星騎133磅排13位，光明傳承5歲馬，跑呢個路程贏過2個 win 1個第3啊！上場贏咗之後呢，就北上從化，特訓咗25日啊，動態積極，呢場可以穩位望贏。呢條片係4月20號田草1600米賽事啊，紅色戰隊點住嗰隻就係光明傳承啊，出閘啊喺700位啊，翻到嚟一條直路追翻嚟就贏咗。咁啊，第6場要3號光明傳承做膽，腳拖6號英俊飛驅、14號海船幸運，拖埋隻7號農民邊影。第7場4班1400米賽事，呢場要4號勁沙塵做膽，布文騎130磅排第6位，勁沙塵4歲馬，最近跑4場田草1400米賽事，其中3場都係跑第2，賽後立即上從化，特訓咗15日。星期日有力打開香港嘅勝利之門。呢條片係5月4號田草1400米賽事，紅色箭嘴主嗰隻就勁沙塵，橙色帽橙色衫嗰隻啊，出閘啊喺5、6位，一條直路追上嚟，就攞翻個第2。咁第7場我要勁沙塵做膽馬4號，腳拖3號紫荊拼搏，10號加非凡拖埋14號銳一。歡迎免費訂閱 Win 加加，先按訂閱再按響鐘，到時候會有新片通知到你㗎啦。
記得俾個 like 同埋掃描二維碼請我飲咖啡。第8場一級賽2400米賽事，冠軍暨遮打杯。呢場我中意1號遨遊氣泡，佢曾經喺2000米賽事力逼浪漫勇士跑過第2嘅，呢場跑多400米應該問題不大。配腳7號標誌5支，8號當年情，拖埋2號譽滿杜拜。第9場3班1000米直路賽，呢場中意3號實現夢想周俊樂騎。實現夢想跑呢個路程係贏咗4次嘅，上場贏咗之後北上從化特訓咗35日，喺上邊試埋1000米草地大集馬有火有力可以做膽。配腳13號展鴻威，6號年年有型，拖埋隻1號英雄豪傑。第10場3班2000米賽事，呢場中意隻8號金主上場田草2000米以個鼻位影相攞到第2，上車排10檔，呢次抽到2檔，以佢嘅快放跑法有利嘅。配腳係要2號快路、14號勁大威猛同埋7號奔放。第11場3班1400米賽事，呢場我要7號南區之星做膽，艾少禮騎125磅排第3位。南區之星3歲馬，嚟香港只係跑過4場馬，最近2場田草1400米賽事都係贏咗出嚟嘅。賽前試埋個1200米泥閘有後上贏咗嘅。馬成熟進步，星期日繼續背翻艾少禮，可以穩位望贏。呢條片係4月20號田草1400米賽事，紅色箭嘴指住嗰隻南區之星冇藍衫藍袖嗰隻。南區之星越逼越近㗎啦，後邊嘅馬有自己苦苦做起嚟不同世界，接近終點第1名，相當接近南區之星終點前。咁第11場我要7號南區之星做膽，腳拖6號江連80、11號綠野飛馳同埋8號喜尊龍，連贏位置 Q。第6場3號光明傳承拖6號英俊飛區，拖埋14號海船幸運。第7場4號勁沙塵拖3號紫荊拼搏，拖埋10號加非凡。第11場7號南區之星拖6號光年80，拖埋8號喜尊龍。6環彩投注第6場3號光明傳承，第7場4號勁沙塵，第8場1號遨遊氣泡，第9場3號實現夢想，第10場2號快樂或者8號金主，第11場南區之星。三寶投注第一口第3場6號合夥飛馳同埋10號的愛好，第4場1路包裝天象同埋3號中華盛景，第5場1隻4號人人有餘，加埋4注飛。三寶投注第2口第9場實現夢想同埋6號年年有型，第10場2號快路同埋8號金主，第11場7號南區之星，加埋都係4注飛。本台而家仲未有盈利廣告收入，請各位掃二維碼請我飲咖啡，多謝各位。下期再見。